在土耳其开塞利举行的一场关于东突厥斯坦的研讨会上，阿卜杜法特·图姆图尔克博士指出，中国当局收集了维吾尔人的 DNA 样本，有迹象表明有强迫摘取维吾尔人的器官。阿尔西耶斯大学讲师图姆图尔克博士表示， DNA 分析对器官移植非常重要， DNA 分析可提供更准确的器官配对，从而降低排斥率，从而在器官移植与 DNA 分析之间有较大的直接联系。国际独立法院在评估中国囚犯强迫器官摘取过程的报告中指出，尽管法轮功囚犯可能是器官供应的主要来源，但有迹象表明，中国无意在从维吾尔人那里进行强迫器官摘除。图姆图尔克说，西班牙政府已禁止其公民从中国进行器官移植。他还表示，根据国际独立法院2017年中国合格的器官捐献者数量为5146人，并且发现这一数据与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据估计，中国每年有6万至9万例器官移植。东突厥斯坦人团结社会代表团参观了大团结党的帐篷。该党在伊斯坦布尔巴基拉尔广场上发起了对东突厥斯坦的请愿运动。该协会主席阿里埃克拜尔达摩拉代表团发言，对发起为东突厥斯坦发声签名活动的大团结党官员表示感谢。此外，他们还访问了正义与发展党的帐篷。在中国北京，外交部回应有关台湾选举，发言人耿爽指，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他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台湾大选在当地时间1月11日落下帷幕。民进党候选人现年63岁的蔡英文成功连任台湾总统，民进党立委席次过半，继续全面执政地位。自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蔡英文一直以繁华政治立场而闻名。伊朗承认击落乌克兰客机，引起国内外强烈谴责。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其他几个大城市爆发了反政府示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向伊朗领导人发出警告说，不要杀害你们的抗议者。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你们杀害或囚禁，全世界正在注视着你们。更重要的是，美国正在注视着你们。恢复你们的互联网，让记者们自由行动采访，停止杀害你们伟大的伊朗人民。伊朗抗议者继续举行示威，向当局施压，要求高管辞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12日凌晨发布一份声明，作为对土耳其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停火呼吁的回应。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统委员会首脑宣布，自1月12日零时起停火。利比亚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的发言人11日晚在一段视频中声明，利比亚国民军接受在西部地区停火，如果另一方遵守停火，他同时警告，任何破坏停火都将遇到严厉回应。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时事电视节目采访时，对当下持续的山火危机及政府反应做出了回应。澳大利亚这场大火已经燃烧了100多天，火灾已造成28人死亡，无数人流离失所。莫里森承认在应对山火危机中存在失误，他表示将向内阁提出一项提案，以建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应对丛林大火灾难。莫里森表示，他们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关于总理在山火危机期间去夏威夷度假所招致的批评。莫里森说，事后看来，如果我知道了现在发生的这一切，我就不会去旅行了。